咁啊，屬鼠嘅朋友今年非常之開心啦！你哋犯嘅呢係沖太歲 ，OK？ 簡單啲嚟講呢，就係起伏不定嘅 ，OK？ 沖太歲即係會非常之多上上落落啦，整體運勢咧係向下嘅，OK？ 而且咧起伏係非常之大，OK？ 建議你哋咧今年咧係屬於守嘅一年，唔好攻嚇。攻咧就唔係好啱你哋嘅，守住就 OK 啦。今年事業一定會有阻滯同變化啦，事業運咧會一波三折啦，財運咧會大破財嘅 OK。愛情咧就平淡嘅，健康同情緒咧有好大嘅挑戰 OK。不過咧好彩咧吉星咧係有唔錯嘅吉星，同埋你哋嗰個生肖位係屬於吉位嚟嘅，會有貴人幫你哋一把。咁啊建議你哋保持心情開朗啦，要注意北方。OK， 你哋喺屋企北方嘅位置請要保持好，或者擺多啲對於北方位啱用嘅嘢。OK， 會建議你哋多用嘅。OK， 需要保持清潔嚇，唔好亂糟糟，尤其是如果係廁所、廚房嘅話咧，就更加要小心啦。